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Sing&U 音樂學院嘅常見問題解答。你可能會問，家長可以做啲咩嚟支持孩子嘅藝術之旅？家長喺支持孩子嘅藝術之旅中扮演住至關重要嘅角色，鼓勵孩子在家規律練習、觀看演出，以及積極參與學院嘅活動，真誠咁關注孩子嘅進步，並慶祝佢哋嘅成就，無論幾咁微小，都能夠增強孩子嘅自信心同動力。喺屋企營造音樂環境，例如提供樂器並鼓勵佢哋探索唔同嘅音樂風格，可以培養佢哋嘅熱情同埋創造力。家長仲可以通過幫助孩子克服練習、參加課程或者演奏會過程中嘅挑戰，以及培養佢哋嘅韌性嚟提供支持。參與呢啲活動唔單止可以增強孩子嘅音樂發展，仲可以建立牢固嘅情感紐帶，並支持佢哋嘅長期成長。Hi everyone,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I hope you like it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, go to Sing&U, SINGANDYOU.com and check it out. Bye bye. 叶家长也跟我说，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，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。